我哋今日係澳門中華總商會組織我哋落社區消費，咁我哋中總婦委會呢，我哋今日下晝一班呢，就會去支持呢一個活動嚇。咁我哋除咗係消費大獎賞之外呢，我諗最緊要我哋係希望去了解下我哋嘅中小企嘅營商環境嚇，希望呢大家呢係能夠將呢個振興呢個經濟作為我哋一個首要工作。希望大家都支持呢個活動啦，好嗎？希望我哋澳門嘅經濟繼續繁榮。支持社區消費大獎賞，振興經濟，耶！多謝關懷，多謝關懷啊！發掘社區隱世好店，撐本地，留澳消費。咁我哋會舉行呢個澳門消費 Chill and Fun， 齊來推動樂門區。咁就透過呢個活動呢，我哋全體嘅委員啦，同埋我哋一啲中總嘅領導呢，就分咗8個隊伍，分別落去澳門、路環、氹仔8個區域。咁今次我哋落去，除咗係關心該區入邊嗰個商號之外，亦都想發掘有啲呢，而家一啲後生仔啦，或者一啲傳統嘅老店呢，佢哋都會有喺個區份入邊嘅。仲有我哋每一個委員呢，咁都有個指定嘅金額，希望就參與呢個活動，係大家消費去支持翻澳門嘅經濟。